大家好，今日要講嘅主角係一個令全香港娛樂圈又愛又恨嘅女人。邊個會諗到啊？真係邊個會諗到？曾經被全網黑，被封為殺方精，同謝霆鋒離婚後口碑跌到谷底，甚至連向太都公開指責嘅張柏芝，竟然喺2025年靠住一檔綜藝節目，徹徹底底嚟咗個驚天大逆襲。以前啲人提起佢，唔係講艷照門，就係話佢講大話唔抹嘴。但係今次風向變晒，就連佢個前夫謝霆鋒，如果睇到今時今日嘅張柏芝，恐怕都要跌眼鏡，甚至心裏面會唔會有一絲絲後悔？由被嫌棄嘅一手好牌打爛晒，變成而家綜藝節目入面人人爭住讚嘅貼心管家。張柏芝呢場翻身仗打得真係太漂亮啦！到底發生咗咩事，令到周星馳都要出山撐佢？謝賢又點解一定要留遺產俾佢？今日我就同大家抽絲剝繭，由頭到尾深扒張柏芝呢段鮮為人知嘅繁花逆襲路。但係節目一播出，大家都傻眼啦！呢個邊度係以前嗰個任性嘅大明星，簡直就係一個全能嘅超級管家。大家記唔記得有一幕？嗰日係節目錄製嘅第一日，大隊人馬要集合，照計大明星嘛，通常都係最後一刻先到，甚至遲到都係家常便飯。但係張柏芝呢，佢竟然提前咗整整10分鐘到達落車點。佢唔係坐喺車度嘆冷氣喎，而係企喺車門邊，好似個門童咁，等住其他嘉賓。最有畫面感嘅係咩呢？當時有個同佢一齊錄節目嘅女星，帶住整整3個超級大嘅行李箱，一落車見到條樓梯即刻面露難色，眉頭都皺埋。正當工作人員猶豫緊幫唔幫手嘅時候，張柏芝二話唔講，即刻衝上去，一手抽住一個最大嘅箱，膊頭再頂住另一個，笑笑口咁講：我力氣好大㗎，平時抱仔練返嚟㗎，我幫你分擔啲。嗰一刻，彈幕全部都係話好 man 啊！呢個真係張柏芝。你要知道，佢本身個子唔算高大，但嗰種大家姐嘅風範真係裝唔出嚟。而且佢嘅細心程度簡直令人發指係褒義嗰隻。打開佢自己個行李箱，你會發現佢根本唔係嚟旅遊嘅，佢係嚟開雜貨鋪㗎。一半空間都係裝住俾其他嘉賓嘅禮物。佢知道某個姐姐怕凍，特登準備咗幾條唔同顏色嘅保暖圍巾。知道有個嘉賓腸胃敏感，佢竟然自帶咗養胃茶同電熱水壺。最誇張係咩？佢驚大家去到外地水土不服，特登由香港帶咗啲家鄉嘅乾貨食材，話要親手煲粥俾大家食。行程入面，佢就好似個貼身保姆咁，鏡頭捕捉到一個細節。張柏芝個手機備忘錄長期開住，裏面密密麻麻記低晒每個人嘅隨口講過嘅願望。邊個話想睇海邊日出？邊個話想試下當地嗰檔路邊攤？佢全部一一落實。有一期節目，大家玩到凌晨2、3點先返酒店，個個都攰到散晒架。第二日一早仲要趕行程，基本上其他嘉賓都係瞓過籠，鬧鐘響都聽唔到。但係鏡頭一轉，張柏芝已經起身啦。佢提前咗1個鐘起身，妝都未化，就先聯絡當地響度確認路線有冇封路，然後一個人跑去街市買好晒地道嘅早餐，靜英英咁放喺每個人嘅床頭。同佢一齊錄節目嗰位女星喺事後採訪度忍唔住講：同柏芝出門真係太省心啦，佢連你想唔到嘅嘢都幫你諗埋，我哋只要跟住佢行就得啦。網友睇到呢度都忍唔住留言：以前以為佢係個癲婆，而家先發現佢係個寶藏。呢種情緒價值簡直拉滿晒。喺一路繁花2其中一個環節，節目組要求嘉賓揾圈中好友錄一段祝福語。大家心諗，張柏芝雖然紅，但近年得罪人多，稱呼人少，邊個肯出面撐佢啊？結果當電話接通，傳嚟嗰把熟悉嘅聲音嗰陣，全場都靜晒，竟然係喜劇之王周星馳。但係星爺始終係星爺，佢點會按常理出牌啊？據聞節目組一早準備好咗稿，寫滿晒啲咩祝柏芝前程似錦，
溫柔大方之類嘅客套說話。結果輪到周星馳講嘅時候，佢揸住張紙讀咗一句，突然間停低咗，對住鏡頭好疑惑咁反問：咦，寫稿嗰個係咪搞錯咗啊？柏芝比較害羞，知書達理，邊個寫㗎？點會咁離譜㗎？呢啲說話邊個講得出口啊？全場爆笑，節目組啲工作人員都嚇到鼻哥窿都冇肉，以為星爺要發火。點知周星馳跟住笑住話：佢邊度係害羞啊？佢係癲㗎嘛？不過佢癲得嚟係最講義氣嗰個。星爺呢句點會咁離譜？唔單止冇令張柏芝尷尬，反而幫佢立住咗個真性情嘅人設。網友紛紛評論：呢個先係真朋友。官方客套說話聽得太多，星爺呢句先係真心話。其實大家都知，周星馳同張柏芝嘅關係真係非比尋常。回想當年喜劇之王，柳飄飄同尹天仇嗰段，唔反攻得唔得啊？唔反攻你養我啊，我養你啊！直到今時今日2025年，依然係無法超越嘅經典。張柏芝自己都講過，佢好後生就識得周星馳。喺佢心目中，周星馳唔單止係恩師，更加係長輩，係屋企人。佢哋私底下講嘢就係咁百無禁忌。朋友之間相處，如果你仲同我客客氣氣，咁即係交情未夠。只有真正嘅死黨，先會喺幾百萬觀眾面前話你離譜。周星馳呢次肯出聲，證明咗一樣嘢。雖然張柏芝以前做過好多傻事，但佢對身邊人嘅真心係得到認可嘅。據聞周星馳籌備緊2026年嘅新戲，都有意揾張柏芝客串。佢話柏芝嘅演技其實一直都喺度，只係大家掛住睇佢啲八卦，忽略咗佢嘅實力。張柏芝嘅前半生真係好似坐過山車咁，最轟動嘅當然係繞唔開嘅2008年照片門事件。嗰陣時佢事業如日中天，又同謝霆鋒結咗婚生咗仔，本身係人人羨慕嘅金童玉女。點知一夜之間幾千張相流出，佢嘅玉女形象碎到執都執唔返。當時謝霆鋒表現得好男人，公開力挺老婆，連謝賢都出嚟話過去嘅事由得佢過去，大家以為雨過天晴啦。點知去到2011年，張柏芝又做咗件令全世界都不解嘅事——飛機合照門。喺飛機上偶遇陳冠希，如果係普通人，避都避唔切啦。但張柏芝竟然主動調位，仲攞手機出嚟自拍合照，相談甚歡。呢件事傳到謝霆鋒耳邊，成為咗阿死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。雖然張柏芝否認舊情復燃，但作為一個老公，謝霆鋒當時嘅心灰意冷，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。同年，兩人正式離婚，金童玉女童話破滅。除咗感情生活一鑊粥，張柏芝嘅大話精標籤亦都令佢好頭痕。大家記唔記得佢喺綜藝節目度講過啲咩驚人言論？佢話自己曾經試過連續瞓咗16日，期間完全冇醒過。家人要幫佢敷面膜，餵佢飲水。大佬啊，呢個係人類生理極限嚟㗎，正常人瞓3日都脫水啦。後來佢又話自己拍戲試過連續3個月，每日工作20到24個鐘，完全冇瞓覺。呢啲言論一出，網友即刻炸晒鍋，話佢當觀眾係傻仔。就連曾經當佢係親生女咁捧嘅向太陳嵐，都忍唔住發微博長文怒懟。講大話都要講基本法㗎，說謊成癮係病，得志。再加上當年拍大塊頭有大智慧嗰陣，劉德華吊住威野鋼絲，着住幾十斤重嘅肌肉衫喺半空等緊佢。結果佢喺下面做咩？佢竟然打電話俾名店 sales 買手袋，傾足20分鐘。華仔當時咁好脾氣都忍唔住投訴，得罪向家，得罪前輩，誠信破產。嗰幾年嘅張柏芝真係一手好牌打到爛晒，資源斷崖式下跌，幾乎無戲可拍。雖然同謝霆鋒離咗婚，但謝賢對呢個前新抱從來都係讚不絕口。每次記者問起張柏芝，四哥謝賢都係起手指公，柏芝係個好女仔，佢好錫屋企人，最緊要係
佢將我兩個孫照顧得好好。大家要明白，謝霆鋒忙住做生意，忙住同王菲拍拖，照顧兩個仔 Lucas 同 Quintus 嘅重任，確確實實落喺張柏芝一個人身上。2023年，有港媒爆料，話謝賢已經立好遺囑，雖然佢咁多錢，但竟然話要將大部分財產留俾兩個孫，並且由張柏芝代管。謝賢講得好直白，霆鋒佢有本事自己搵錢，但柏芝一個女人帶住兩個仔，好唔容易。我做爺爺嘅，一定要幫襯佢。呢份偏愛唔係無緣無故㗎。離婚之後，張柏芝真係變咗好多。佢推咗好多去內地或者外國長時間拍攝嘅工作，就算接雜，都要求盡量唔好離開香港太耐。每日朝早5點起身送仔返學，下晝接放學，輔導功課，親力親為。有一次記者影到佢，一手拖住細仔，一手抱住滑板，背脊仲孭住個大書包，成個師奶咁去街市買餸。嗰種堅韌係裝唔出嚟嘅。喺一路繁花2入面，有嘉賓問佢：柏芝，你以前好似好火爆㗎喎，點解而家變得咁溫柔嘅？張柏芝笑住咁答，眼神好平靜。經歷多咗，就知世界唔係圍住你轉。以前細個唔識嘢，得罪咗好多人，而家做咗阿媽，只想踏踏實實做好自己，俾個榜樣啲仔睇。聽到呢度，你有冇覺得有啲心酸？歲月真係把殺豬刀，但同時亦係最好嘅磨刀石，將張柏芝身上嘅棱角磨平，變成咗一塊溫潤嘅肉。就連之前鬧佢最勁嘅向太，最近都靜悄悄喺社交平台點讚咗張柏芝嘅綜藝片段。雖然冇公開講和，但呢個舉動已經說明咗好多嘢。曾經嘅黑料係真嘅，曾經嘅任性亦都係真嘅。我哋唔使幫佢洗白過去，因為嗰個係佢成長嘅代價。但同樣地，今日佢做單親媽媽嘅辛酸係真嘅，佢喺綜藝入面照顧人嘅細心係真嘅，佢想要改過自身嘅決心都係真嘅。謝霆鋒或者真係冇諗過，呢個曾經令佢頭痛、令佢失望嘅前妻，離開咗佢之後，竟然活出咗另一種精彩。其實人生就好似一場長跑，邊個未試過跌倒？邊個後生嗰陣未做過錯事？最緊要係跌低咗之後，你肯唔肯爬返起身，拍拍身上嘅塵，繼續向前行。而家嘅張柏芝唔再係嗰個只識得靠靚讓任性嘅柳飄飄，而係一個有擔當、有故事嘅母親。你願唔願意俾多次機會呢個努力改變嘅女人？你覺得張柏芝今次係咪真係洗底成功？定係你覺得江山易改本性難移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俾我知你嘅睇法。記得點讚、訂閱，我哋下期節目繼續同大家深扒娛樂圈更勁爆嘅內幕。拜拜。